公信啊。假如讲今仔日哦，要派咱去冈山岛哦，咱爱是真正用早准备哦，准备好势，来把这个关卡掉，把这个哦，这个功德，安尼真正用心来做，所以这个公信哦，该做的代志要做。接受命令的时阵，咱要如何想办法做更加圆满，和更加会当顺。哦，比如讲，今日讲咱这要办桌要请人，哦，要安怎来办这代志？自然就讲会哦，厨房的就去买菜，就去用啦会。哦，导人的要安怎去导人？人才要安怎挂，要安怎安排咱的队伍？哦，今日这个，咱今日拜规日的这个队伍要安怎办啊？会好势。袂安尼来到地段吵来安尼骹忙手软，哦，毋知要安怎做到唔煞做，所以这就是公信啊。这个公信有2点，第一就是讲对家己表别的志向，所立的台湾有无有计划执行，有意义兑现，对家己公信。就是讲，咱有入会馆啊，我有入过要度10个，毋知有度够无？我当度5个尔，安尼即我佫欠老母娘5个，欠咱孙孙5个，要无佫来度，要来会使。所以对咱家己入的愿，咱有照计划去执行无？哦，亲像互安尼讲的讲，咱今日讲咱1年，咱要会顺利度几个清口，哦。咱有照安尼去做无？我若无变，咱搁再来认识家己公信。第二，对上方所负责交办的代志，有无有如事如期完成就规定。所以上方交代咱办的代志，咱是照安尼开始，哦，照安尼做好，这讲咱。这个就是修道、树心，行道、树道，咱行道爱树道，就是讲心靠心时，哦。对不起哈，这是行道啦哈，行道叫反德一讲艺术啦哈。行道、树道，吼，就是讲一心道是靠道，心是行道、树道。就是讲，咱第一爱心道、靠道、心道、行道。咱这要办道、要行道，咱心爱有够。所以讲，修办道是尽一点心。所以咱袂使去心无够，哦，心若无够，咱就无关心，就是无咧参与道场，也无咧了解道务的好歹。所以咱应该大家爱心道。假如讲今仔日，哦，今仔日，咱各位点文，咱房点文书讲要点道，咱大家讲好，大家要来点道。叫咱若干那有嘴无心，安尼无效。所以爱心道，就是讲大家来度，哦，安尼吼，大家真正去度。唔免讲偌济，一个人来去度一个，咱今仔英文姐姐坐要成100个，我或者100个，哦，咱的点是100种安尼，唔是度无呢，哦，所以即个讲咱心第一爱有心道，第二靠道，靠道就是讲，咱以心作则，哦，也会当呢真正来靠足，道本无言。道本来无言，毋过咱也会当以这个嘴来代天宣话，哦，代天宣话，替你来行道，来把这个道的把这个真理来宣扬，哦，安尼呢，
咱就是会当亲像孔圣人讲的木刀啊，也就是咱释迦佛讲的讲狮子孔啊，也就是讲咱会当呢，亲像即个精会当不断的会当振兴着咱众生兄弟姊妹的即个心灵，所以这是靠德。假使讲今仔日若互较讲这话，咱大家听了，心会震动，会真正大家照安尼去做，安尼即个喙就真正袂歹啊！你吼，安尼嘛即个是靠德啊！咱今仔日修行，不只是心也有够，喙也爱有够，毋通为心有够，喙无够，喙无够就袂晓讲你吼。要为喙有够，是心无够，讲会惊死人啊做。讲会笑，讲会惊死人，做会笑死人哩吼。安尼即就是讲会甲做的，迄个无配合。所以心德靠德，心德心德就是讲千里来感人，千用道理来感化人以行心足，办道不是像演戏的演讲，只要演好决真。讲得动听就可以，办都是替天行道咱今日修办就是替天行道，所以心德是替天行道。他都靠就是改变生活，心德是替天行道比别人爱更实在，无需要高超的人格。就以行道者，学习学习不丰，口才不佳，但如苦皮。一个优美的人格，仍有能感化人，所以因此也希望讲，咱会当呢，真正由咱的心德来带动着真济道亲来效法来，对咱安尼做，会当真正亲自心智的宣教，所以讲起来，咱真就是有当时啊呢，心道做无够，宣教做无够。有当时身教做唔够，是口德做唔够；有当时口德做唔够，心德做唔够。所以这有足侪因素。来习德，推行修持运动，利用有余的时间多做开发。所以咱今日时间要够，时间要够安怎？咱今日爱利用有闲的时间，来拜访道亲。来开发咱的道路，想讲什么人咱需要来甲鼓励，来遐坐，所以开发道路就是讲，第二就是讲啥呢？茶会，茶会就是泡茶啦，茶会。就哎呀，约了3、5好友，来泡一个茶，尤其咱遮大家拢有茶区，伊去房经理即马去买茶盘，茶区3、5好友，就来泡茶。第二就是啥？就是交友。3、5道亲，新老道亲带新道亲，今日来做佚佗，来做养老会。伫这个交友的当中，看到山，讲山的道理。看到水，讲水的道理；看到树仔，讲树仔的道理；看到啥，讲啥，少讲道，安尼上介好。安尼少讲道啦所以咱若会当少着交友，安尼嘛会当成全啦。过来就是咱婚亲。婚亲就是啥？婚亲就是讲，来因遐甲拜孝，或者讲来因遐教煮食、教料理，迄人话做好做迄小点心，就教伊做，材料买的开暗啥钱，材料买的搬入来，来因遐就甲教安怎做，安尼自然道亲。伊心会活开来，咱要导伊，要栽培伊，足简单的代志。婚亲，当然了后呢，开班讲道理，
这是后壁工课啊吼。所以其实道夫的工课要真正做甲讲时道，就是讲利用时间开发咱的环境，开发道夫使我咱的这个生命呢，使我咱的生命伫短短的时间中发挥迄个光，咱的生命短短当中发挥光出来，无浪费时间，无浪费生命，所以办道要刚效率，要先运用可运用的时间。修办道讲效率，咱人生生命短短，所以咱必须要啥？真正把咱的这个效率发挥出来。咱若无发挥这个效率，那安尼呢？咱无采讲今仔日，咱人生在这个世间，叫人一世人，人一世人，人效率足好，修办道功德足济。要咱特别安尼一世人修办道，要后日啊转来。菜哪看迄空，安尼人是安尼带着功过圆满，安尼转伊咱讲了，安尼是双手空空，迄个空是真空的空呢，是咱当中无功无德的空呢，所以这就讲讲究效率。第四，即摆过来就讲常法四心。常法四心就是良心、诚心、忠心、爱心，这四心是他拄仔你了有讲过啊，所以一讲到做哪良心，二诚心，三忠心，四爱心。常法即四心，即四心爱是常法。那么这个良心，不只是他拄仔讲过，咱本来就有存着天性，存着良心。第二点咧讲，这个良心就是爱啥？咱爱发出这个良心，就是看到天下众生伫遮沉迷，咱有良心想讲要来甲救袂使。所以讲尽力毅力，尽意义。看到天下兄姊妹在受苦，咱爱想讲，我今仔无来甲救，谁要来甲救？我今仔唔做，谁要来做？所以良心就是讲咱呢，这个道心爱坚固。所以良心就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明主讲的讲宜安体，宜安体，安在。这个安在就是咱一般人讲安心，比如讲今仔日你住伫这间厝，你会安心袂？你这间厝若住袂安心，你这间厝叫做什么厝？若要甲讲起来，去围楼啦安尼因为你毋较住袂安心，咱这间厝。咱这间厝有良心，这间厝若住袂安稳，安尼迄个良心安尼紧走，你自然呢，你这间厝就袂久。所以咱今仔日修办道，咱爱时常发这个良心，所以叫做安体。也就是讲，你有这个安体了后，伊安体，所以咱若去人的厝，人古早较有学问的人，伊的厝拢八头前拢挂这个边啊。安在住的安，这间厝住的安，就是这间厝用政治坚固。那么佮讲到对咱修道做转来，咱今修办道，伫咱这个道场，咱有安无？咱这个道场有安无？就是讲，今日咱这个道场，大家若有团结，也大家若有共识，目标一定来就是安，咱的道场会安。因为今日这个道场若袂安，就是咱大家心无团结，心无团结，心若无团结了，咱的道场就袂安。所以尤其不只是爱安体，咱的团结，爱去行正路，行正路，因为伊安体行正路，
正路就是咱今日行道救人度人，这就是正路第二，诚心，诚心就是讲，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气之无备，亦可诚心之化之。咱今日，咱的心有足济欲望，足济杂念，足济遐歹物件，甲咱踢落，就像迄水管，水管去互踢入就袂通，所以咱伫咧修办道嘛，介济固执，介济踢入袂通的所在，遐袂通就是哪修甲食艰苦，修甲全问题，要安怎倒迄个通了，安尼倒去通了，通了若甲倒落，自然遐物件就化无。你今日修道，为什么来足济袂通的原因？其实毋是送袂通，是咱家己袂听。所以咱家己袂通，就拢讲足济理由，送对我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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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毋要出去啊！安尼毋好，其实是你家己无好，咱家己无好啦，要去足济理由，送安怎？其实有人是人讲鸡毛小事，家门批代志，无溜溜轻松送来事，也着安尼，安尼遮大严重的代志，所以就毋修毋修到尾就安尼足济是非走出来。这个是非出来要如何？其实今日修道，你若有诚心，你所有遐踢的遐拢会化。为天下至诚，安怎？为人化，对无？为天下至诚，为人化，敢若至诚会当化。冰冻三尺，为一之之寒，对无？但是呢，太阳较照会化咧，会啦吼。太阳若较照较久，安那化，是太阳较照无久袂化。所以今日咱修办道，咱各位呢爱常发这个私心，第一良心，第二诚心诚心啦吼。第二诚心，第三忠心，你也讲过啦吼。忠于天职，负起责任，可以培养节彻，唯有忠才能尽义之心，至死不变。所以咱今日修办道，忠心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所以希望咱呢，这个忠就是讲至死不变，亲像这个诸葛孔明。伊呢，老辈到要死的时呢，委托阿斗好，老辈甲孔明讲我这个囝啊，扶一你甲扶，若袂扶一皇帝，你家较来做。但是孔明呢，伊呢，就是啥，就是讲鞠躬尽瘁，恕以无益。所以今日咱修学道，咱必须爱始终如一，爱鞠躬尽瘁。咱毋通半途而废，真正6万多年来，咱今日会当来种这个因缘，我讲无简单，这重大啲的代志，非一分二分三四五分二千千斤，二力千万分二千千斤，所以这都无简单呢。咱毋通安尼接近，就讲甲放弃。所以真正爱忠心，第四爱心，爱心就是仁，就是主爱，也就是博爱，所以爱，这个爱心。所以咱今日道亲为什么袂诚心？道亲为什么伊袂当接受咱的道场？有人是咱爱心无够，讲爱无做，有人是咱拢是伫道场。有啦，有咧拍拼，有咧做，但是还不够。互我咧讲的，虽然只是咱安尼看吼，做比较来讲，咱甲想，咱讲今仔日咱拢有执有着，咱拢讲有我，安尼若真正，咱讲迄个道亲讲病治迄个封城，使药放一身躯，你去要甲洗衣法度。安尼咱爱心不够，咱家己咱家己安尼想咱家己安尼讲拢无要紧啦吼，买出去讲唔听，人会笑咱啦吼，安尼就对。
咱做会到，真正为家己的父母，为家己的父母，就安尼放屎放尿，你就无法度通做。何况讲，所以人为离开宗教，宗教有人知影伊是欠伊输咱道尔呢，输咱名书一字尔呢，也无因拢赢。你个想，人伊咧去到迄个病院，甲人洗身躯，甲款内底，甲伊洗头，查甫会甲伊修喙、手、剪头毛，查某会甲伊按怎样？你个想咱真正爱心，爱搁加强咧，安尼家己有人时家己公婆，咱就做袂到，有人时讲来叫咱做关系的人，做亲的人，咱做袂到，咱算什么爱心？所以希望讲咱各位兼容同心，这个爱心真正袂使无，因为咱安尼慢慢感化，所以爱心是也就是博爱，就是讲实际的爱，所以名主才讲君子之合道，君子合道即爱人，君子合道就是爱人啦，咱来当爱人，自然慢慢咱的心境会化，咱就讲比如讲德雷莎修女，德雷莎修女是足难听，伊安尼去到迄所在叫遐安尼共同即款的生活是讲的，咱做袂到呢，唔爱讲你若好安尼做袂到呢，对无？所以咱真正要看即个将来实在是咱家己真正会提升。所以咱今仔日在座各位，咱会当付出的，咱会当做，咱尽量去做。不管是有言无言啦，有言无言，我咧讲有言无言，这两字物件你来听好势。有言就是讲今仔日，比如讲交你有关的公婆婆，还是东西即嘛叫咱有言啊。或者讲咱的亲戚朋友，这样叫咱有言，这是有言，咱尽量做好。无言就是讲，有人时啊讲，咱若后日来真正有法度人发挥到讲，咱有法度人来社区，老人的社区，是咱来有老人院，咱真正有法度人来甲服务，真正安尼咱就不得了，真正做唔到。所以这个讲修道的时呢，术，这个想法术修。搁过来就是讲戒修束约，戒修束约，束约就是讲得约加必约。咱即摆好好咧教，个五欲啦个什么五欲来着呢？德智体群美啦义啊，没有没有。德智体群义啦咱修道咱爱戒修束约，咱四欲就会使啦，咱即四欲，咱第就是讲得约，得约就是地中，咱讲地中和天下为言万不欲言，那是地中。有中，万不在欲。比如讲今日咱修办道，咱若真正有中，有这个中的物件，就是讲这个道就是中。咱只要有这个中物件，咱人真正叫道成相，会当成就万法。所以因此呢，咱必须爱去约得约。得就是讲第一，主敬尊贤，愿以通天地。主一个贤字，顺真用中，个尊一个贤字，
所以主敬尊贤，这个主敬尊贤虽然4字，但是简单讲就是厌机通天地。什么叫做厌机？厌机就是讲独处的时阵，独处啊。咱孔圣人甲咱讲讲慎独、慎独啊。咱厌机就是讲营无代志啊，无事的时阵，你家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阵，你有主敬尊贤的，这4字足重要。啊，咱若假使讲无主敬尊贤的话啦，吼，咱就地甲比你较济杂，吼，安尼啦，吼。所以头拄好好讲的讲，咱伫即个当中，咱介绍讲咱去地甲偌济抓，咱到底去天堂几抓？是伫地甲较久，还去天堂较久，咱家己做，家己自己打分数，哦，安尼啦，吼。咱若会当慢慢打分数，你若慢慢会当去真正去落实去做，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慢慢到后日啊，天堂较济，地甲较少。哦，安尼自然你就是修道，你有精进。所以咱厌机通天地，主一个境界。所以今日无论讲是对咱老母娘、对先佛、对人、对事。知敬足重，有敬到诚，有诚到敬，所以诚敬敬诚，这两项物件是连带关的。今日假使讲，咱老常咧讲，烘一杯茶要啉去到茶，啉茶啦，安尼吼，安尼也听对了，对啊。啊，去到茶讲啊，请我自己啊用茶吼，挺无共安尼吼。所以，亲像讲，比如讲，当然这包括咱修烦恼嘛吼，包括咱的家庭。今日咱对爸母对咱长辈，食不咯？哦，我食不到，可能就咧发猪啊，发猪啊，请某某请爸爸，请妈妈来用餐，安尼无共。哦，所以这就是讲主敬尊贤，包括你咧做代志，其实有当时啊吼，有诚无诚，有敬无敬，看你咧烧香点火。礼拜会知影，你真正诚无，有敬无，伫你的动作中去表露。变下无是这个凭我有安尼做，但是你的内心所以讲啊，今日修烦恼，咱不管哦。伫足济人的当中，中互去咱游性等来出来，咱房中的主说，哦，遮济人哦，当然你是哦，做伊过啊，足尊敬我先啊。遐伫你家这个人的时阵，你会凊彩咧，咱拜的时阵，家这个人咧拜的时阵，赶紧聊聊，要赶紧上班，咱给你口落，你赶紧聊聊咧，对无？尊敬尊敬，这足重要呢。就是讲，伫大班会，当然是逐个袂安尼啦吼。你来到地，你就根本人就来请我啦，你这含一点仔气质嘛无，含一点仔这个内涵嘛无。但是伫你内底，比如讲，既然你伫你家，你家己孝会成你咧拜，你有真正安尼必恭必敬，有敬有诚，这足重要。有人时啊一百个，较嫌上不拢拜走了。对吼，安尼吼，所以这就是讲主敬尊贤啦哈。而处世合己明我人生八德，负责任守纪律。第二就是讲处世合己，处理世间的代志，伫人甲人的当中有代志，但是要安怎合己就是讲。合理的，义就是安尼，处世合己，义就是正正方方处世所以咱今日人生伫这个世间，咱做什么事爱该义爱人，要该义爱义安尼啦
该圆就是柔，圆就是柔。比如讲，今仔日坤道，坤道爱较柔咧。啊，乾道伊就本来就刚，所以乾道属刚，伊就爱规规矩矩，要毋通倒头变，倒头变就是啥？做较面矩，啊内底圆，安尼就使，安尼就使。所以外柔为刚，即个内底毋是干那讲查某，也毋是干那讲翁某，包括咱人内底。下面你有柔，但是讲一个人伊修养足好，伊真柔，但是伊内底有义，伊真刚强，伊袂容易。虽然伊柔，就像迄个镜草，镜草有镜有咱的草啊。虽然风甲透过，伊突过，但是风过伊个硬，这是镜草啦，所以咱人，咱叫修行，咱处世爱合意，合意就爱练五伦，行八德。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群弟、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负责任，今日做事爱负起责任，守纪律，第三，处事。理事中规，理事中规。如果讲处事，即摆讲理事，理事毋是真正的理事呢啊，理事就是讲处理代志、事情爱中规，就讲会圆满，毋通做代志讲做到尾讲。两个拢无好，假如讲，比如讲今仔日讲恁两个拢来斗我，送安怎？我处理代志处理袂好势，处理甲两个拢歹歹势，人讲话怎啊？好比开较使啦。安尼就怎啊？安尼就处事无中规。假如安中气，即个合气，即个中规，就是讲该。处理代志爱圆满，事理有原则，配义中肯责，爱配义就是讲，今日要处理代志，当然会当两个方面拢做到好上好。毋过呢，你要安怎选择，就是讲你做你的重心目标，你毋通讲。有理的，讲无理，讲以德操之枉；以德的，讲你毋对，你冤枉，你毋对。以枉操之德，以个毋对，讲对，安尼无理。所以咱处事就是第一理，第二义有义无？我做这个有义无？处理这个代志有义无？爱意义所以咱讲呢，配义。中肯责，配义才当中肯中责，无义就袂当中肯中责。第四，淡泊宁静，淡泊明志，会按宁静致远，所以才会当达到悠久无穷。所以咱修学道，咱到尾这个素育，这个接修素育就是德，所以德爱育，德育。德爱育就是讲咱来培养咱的德性，咱德育袂使培。第二，地育，地育就是讲温文的啦，地育就是文，地多先行，识千法，度万人，这是地育。今日咱大家拢有度过去度足济人。拢有度真济人，但是遐人拢无开来，要拢一堆去放弃，所以遐咱即摆变做甲度开来，所以识千法，千法啦度万人，所有的法就是度人，什么法拢好，但是无离开道义两义
你毋通讲为着要度伊咧爱跋筊，我叫伊来跋筊，讲我为着跋筊就要度伊伊爱要啉烧酒，讲我叫伊来啉烧酒，讲就要度伊这不对哦。所以一定爱以中规中矩。所以第约第二，成全发心，亲自心事，引发冲天志。所以第二，成全发心。成全发心，有人只就较鼓励来度人，来斗讲，来斗度人。有当时咱去度人，咱要来度人，带伊出来。带伊出来，我咧度伊咧学，安尼啦我咧度人，伊咧学。即摆换有机会就换你去度人，伊要度人，换你飞出去，互伊飞个胆量尔。互伊看伊有才华，互伊看度人要怎度，即嘛是使互伊发心。所以第二，成全发心。第三，受业入机，受业就是受圣业，入机就是讲，互伊做人才。互伊会当对修办道的课程人才，一项，安尼会当成熟起来。第四，解释护父，解释护就是讲伊一寡知识，一寡毋捌的，一寡无了解，解说了后，解释了后，解护持，解附属，就是讲要安怎来甲照顾，要安怎来甲附属。亲像讲这亲像咱迄时啦。叫咱房长老师去新加坡，听讲新加坡一寡中国迄搭转讲伫咱遐除了真发心，但是就好要赶紧去度人，去到地方讲一个，摕了等个数，伊问讲好去转去遐，讲要度你个人人甲讲你这是啥物反动迄落反动派啥物反政府的啥物。什么社头，什么哪会安尼所以讲甲煞，伊煞疑问足济，所以迄时阵呢，学校佫去叫咱班长来问伊，原来嘛一半遐真诚心的，迄一个做长子，一个太太足诚心，就叫讲伊即摆住伫遐一间5层楼的厝，伊要烧佛堂，要度下人要安怎，迄时阵我就甲祝福往下，就讲要甲祝福下毋拄转去互人笑我咧讲发心要去度人，互人毋知互人讲一个从我退了所以迄时阵迄就甲注意往下，过来佮经营一寡大陆遐来宣传，来宣传嘛是佮甲注意往下，有伊希望有方讲袂感冒安尼就对啦像即摆的流行感禽流感禽流感注一寡有往下咯。所以咱今日呢，就是讲，迄个做解释了后，爱搁甲伊护持，搁甲伊附属，互伊会当继续精进，毋通互退道，会当真正引入伊行菩萨道安尼过来第三，体育稳固，就是讲，身体有健康，所以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依为法则，纪律入人，依得动。所以体育，这个体就是讲咱上面讲起来，讲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哪依身作则，纪律入人，依得动。咱爱真正做会出来，做甲到，安尼才当舒服别人效法。一款嘛是讲做哪呢？无畏勤劳。第二就是讲无畏勤劳。头拄仔讲以身作则，第二个是无畏勤劳。什么叫做无畏勤劳？就是讲今日咱要做什么代志，咱拢无畏。有人是咧想开班，厨房上艰苦，派你做厨房，妈我无爱，迄厨房足艰苦的，迄安尼就是畏啊。有人是实在讲的清便所足轻松。但是便所歹命，叫你去清便所，妈我无爱，不然你要用啊？所以其实讲起来，咱今日伫修办道的当中，咱就讲无畏。什么叫做无畏？就是讲你派我做啥，我拢欢喜接受，欢喜接受。咱真正是了
哦，啊，人伫海南咱嘛是有咧看。啊，你都会晓做厨房，你去做厨房；袂晓做厨房，你去用哪会打杂？哦，安尼吼，倒洗菜、倒用哪会，即嘛是拢一款的工作。所以咱呢就是讲无畏勤劳，心操心如，哦，任劳任怨，勤奋精进，哦，生命咧往生，无畏勤劳，做袂忝，哦，啊做甲欢喜甲，啊，这个做会忝甲袂忝，心的关系。哦，你若心上忝，做着哦，忝害害，哦，要若是讲有当时咱一个毛病，就是呐，办煞来拢大看要转去，哦，啊，所以看要转去呢，不长个代志，拢放咧清清彩彩，安尼拖咧就过，所以安尼唔好，所以迄就是讲爱，咱爱勤劳，无怨无悔，啊，只有这个。简单讲，第二无怨无悔，第三圣人义己，啊，圣人义己就是讲，咱后发上圣人义己就是讲赛车。虽然圣人义己，这个义己的意思就是讲，今日你是一个车头，你会知影讲我错还是错，啊，唔是我独善其身尔，啊，唔是讲我这条车开咧，哦，啊，就帮经理一条车开咧，我家来就好啊。伊后壁不要载偌济人呢，哦，安尼修正。所以咱既然去修办道，就是讲，咱爱要去载偌济人呢，效法圣人义己。所以咱要去用咱带动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数年啊，今日要出去，哦，伊要去写做代志啊，要去对一发心就真少就咱，咱家己开车一台车上少嘛啊5个，哦，啊你若一张车你家己去，啊甲一张车5个。啊，一张车，你假如讲去到开500块银钱，若5个人一人往那开100，啊，你若一张车家一人去到遐开500块银钱，你一个开500，哦，安尼嘛，啊，所以这是圣人义己。简单甲恁讲，我要去用哪会，招较济人，安尼就对，哦，嘛是咧传伊个功夫啦，吼。第四，专天修炼，重性轻缓，下心反道，前天后。啊，前天后吼，全天候就听着，即我听讲的讲，恁伫即个爱上即个在塑料的即个当中，全天候讲有几个啊，帮太太、素人啊，啊甲猪啊吼，查甫就咱房神兄弟啊，即个是全天候，即然是哦，有即个机会，恁来感恩哈。你唔能讲哦，我做甲忝歹害，好甲专功劳唔好哦。你会讲哪？好甲在恁本来做到，互我有了缘的机会。要若恁大家拢足骨力来做吼，啊，我都有了缘啊你哦。哦，安尼吼，所以这是信念的关系呢。哦，我咧讲恁大家唔能讲好哦，安尼互伊去了缘了吼。啊，你做拢无要了缘哦，啊，安尼袂使呢。咱话咧爱尽量。找时间了人吼，讲较歹听咧，别项做袂，无法度人做就害了。讲小法这也袂晓做，安尼嘛就是足枉费吼。啊，所以咱就爱那前天后，用心勤奋，下心办道，人永远啊，事如何意？这就是讲培育。第四，分育地和，调和经济。调和人际，要安怎和调和人际？所以修办道当中，上惊人际袂和，人事袂和，分党派、分别啊、分计较啊！你咧做，你做了，你搞，你做了，我唔爱，哦，我趁较赢咧，哦，这就是呐，咱人际无和，所以要调和人际。所以我活伫这个群众中，比你五伦调和，伊群众。所以咱今日伫这个修办道当中，伫家庭是五伦，哦，有大有小；伫道场嘛有五伦，就是有大有小。先就先，好就好。但是咱要如何？咱虽然讲兼备，但是咱这个工作袂晓做，咱唔能讲啊，歹势我兼备，唔敢问学校，该问的嘛爱问，哦。所以这就是讲要安怎调和人际，啊，比以天理调和人际关系，这叫做第一调和。第二，形象契合，罗列以为兼备气强，以为和合应。
以为都会落小高，即个形象体啊，形象体啊努力打拼，互前辈甲咱器重啊。什么人伊安尼做器重，就像比如讲爱上咧做这数一了即几个就是互咱互前辈器重，无恁袂使安尼嘛，即是器重宽大。安尼咱好无？好啊，咱欢喜啊，做甲忝啊，安尼欢喜甲的吼，对无吼？所以这是前辈器重。以互学进来，互学进来，哇，前辈者太辛苦，真正安尼做太辛苦，伊会感恩会进来以同辈相乐，甲同辈安尼会快乐毋通会责任较侪条啊。就安尼控制无慢，安尼就是对啦吼第三，见道生道，四海兄弟见道生道，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道就拢相共，所以咧爱见道生道见着道亲，就咧成全道亲，鼓励道亲。第四，朋友朋友不相背，我教当然，所以道朋友不相背，所以第四。叫做啥？文育就是啥？文育，咱大家拢是年着祖师的子孙、子孙孙辈的弟子，包括白旗马、白旗山，拢是相共，所以咱一定爱文育。所以像咱儿啦吼，无论讲真正点文书出去，包括咱帮点文书出去，凡是出去，咱拢爱见道成道。咱袂使讲人别人歹，也嘛毋能学咱家己好。安尼来见道成道。所以迄一日红点文书来咧拜年，伊无当着，甲我讲足感谢的，过去互咱咧甲帮忙，安尼我嘛甲讲，咱即摆泰国有迄个少老兵啊，特别研究这个人才，翻译的人才，王英啊，现在调阮房经理啊，叫我等于联络甲去了会当去配合在这就是讲，咱今日大家拢是一书之徒，一辈之主，所以爱文育袂使分皮处所以文育就是讲，其实呢道并行而不相背啦无去来违背这个原则，但是相背的无离开原则，这是咱修办道的这个足重要。要如何真正达到落实，还是咱查查文件要。落实生活道理，咱来今日照我讲安尼，落实生活，应该讲呢，咱的道路会阁较好，会阁较精进互学呢，另外讲到遮，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谢谢。喂，咱各位意见的各位代表，大家晚安而且甲咱拜一年，即嘛无晚年啦今日个公司提到，祝咱今年高年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头脑嘛健康啦咧提公司咱来开这个班，当然互咱今日会当对咱上天做一个表示，咱一般的地主，伫未来一年当中经常当中加招活力，尤其咱这本书，咱负责有朋友甲咱讲，落实深化道务啦既然在道务当中若无落实，事实在个讲起来当中，一直咧老化，若无深经道场，当然咧深经道场一定要先深经心性。当然，咱今日对咱心性若要深经，咱的道务就要通落实，因为毕竟遐日起码伫修学的过程内底当中，拢变成讲无足落实，就是因为咱对真理对咱的生死大事无足了解，
啊，无做了解当中，当然咱就对修办道袂足落实。啊，咱修一世人，啊修到人讲最后5分钟，啊当然出问题。这是咱人生上界可惜，啊嘛上界可悲的一件代志。当然，今日个当中呢，会当透过着咱负责人今日来甲咱讲对未来修办道的这个咱要安怎做的这个理念，咱各位前贤应该嘛真正有一个真深的这个体悟啦吼。不过因为时间因嘛介无啦，咱我也无甲咱耽误时间，因为咱后日礼拜嘛吼。礼拜咱阁有一个这个体育班啦吼，这个体育班，我希望讲接着因而且先咱做个宣布，咱体育班这个后日咱各位前贤来当尽量，因为新春的青春的第一炮啦吼，利用这新春的第一次，咱会当把咱的是或者同修会当做一个邀请，尤其咱这个体育班会当邀请一寡咱新到新出来一届好，咱互我伫这所在甲咱做一个报告，祝福咱各位大家身心愉快，身体健康，一生。一般将五行三空前到宫，再宫，三宫，感谢前人不全之功，感谢别人之功，坤到宫，再宫，三宫，感谢不全人之功，感谢别人之功，一己之家前到宫，再宫。三宫，上下不全人之宫，直下人之宫，坤道宫，再宫，三宫，上下不全人之宫，直下人之宫。